真係咧幾有嗰種 feel 㗎，係嗰種一個人嚟都可以狂歡嘅鋪頭。呢餐2個人，合共消費174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石崗莊園 Theo。久違咁同大佬外出覓食，拍拖食個飯，就先嚟試一試呢間大佬種草一段時間嘅龍記冰漿。特意打車過嚟唐明廣場，門店唔大，就餐區域咧就只有對面馬路嘅幾張散台嘅啫。菜品價格其實都唔高㗎，唔點翻2個嘅話咧，有啲對唔住打車嚟嘅車費啊。睇咗下展櫃入邊嘅新鮮水果，我果斷咁選擇咗哈密瓜牛奶冰漿。我特登留意咗下製作過程㗎，冇見到店員喺入邊咧加嗰啲哈密瓜糖漿，我就放心啦。飲起身嘅味道咧相當自然，表面嘅花生碎同埋芝麻粒咧係有炒過或者烤過㗎。食喺嘴入邊咧會有類似花生酥同埋芝麻酥嘅感覺，幾唔錯㗎。大佬揀嘅咧係黃瓜牛奶冰漿，風味上雖然咧冇哈密瓜咁濃厚，甜度咧都會低啲，但勝在清新啦。兩者嘅奶味咧應該都係靠奶粉提供㗎。食到底部嗰陣係可以食到沉澱嘅糯米㗎。其實所謂冰漿算係咧貴陽嘅一款小食，同一般冰沙唔同㗎。除咗各種水果同埋冰粒之外咧，加入糯米攪打至漿狀咧，係佢嘅一大特色啊！食完冰漿，本來咧諗住就近原則揾啲嘢食下啦，細估唔到感興趣嘅鋪頭咧，唔係執個粒啦，就係門店環境咧比較撈教。苦無對策之下，突然間咧諗起咗呢間好朋友 Ryan 新開嘅鋪頭，果斷逃跑翻去海珠區啊！龍鳳食酒屋門店唔大，有戶外咧都有室內。室內嘅話咧，其實咧就只有4個餐位。一面咧面向廚房，一面咧就面向室外，可以從店內嘅各種軟裝感受到用心㗎。唔單止咧有各種日系嘅海報，仲有各種有趣嘅物件，仲有咧一份情懷嘅延續。龍鳳街嘅呢個 logo，加埋呢一句不勞而獲，一定咧會勾起唔少人嘅回憶。大佬揀嘅咧係食酒屋一人食 B 餐啦，其中咧包含咗一份毛豆啦、一杯清酒、一份關東煮烏冬。至於呢杯清酒就一定係我㗎啦。呢度嘅關東煮湯底咧有啲意思㗎，區別於傳統以堅魚乾同埋昆布嚟做出汁嘅關東煮湯底，呢度啲湯底咧係帶啲五香味㗎，係廣東人熟悉嘅香料感。牛肋粒、筍煎、竹輪雞蛋、雞肉棒，成碗嘢咧就相當豐富。我哋咧仲加咗牛筋、牛膀魚味卷同埋年糕豆腐包，重點推薦咧呢個牛肋粒，燉煮得咧都相當入味㗎，係偏港式嘅五香底味，用嘅咧應該都係安格斯嚟嘅，因為咧牛味幾足㗎，香料味同埋牛肉嘅奶香都唔錯，油脂咧都足夠豐沛。咪睇佢細細粒啊，飽腹感咧都幾鬼勁。呢個竹輪啊，應該算係我喺關東煮之中見過最長㗎啦。我揀嘅咧係牛肉團團飯，肥煮一飛葱㗎，因此咧原本啲葱換成一泡菜。呢個喺米飯上面放牛肉餅，再加生雞蛋嘅造型，真係好難唔令我將佢同最近登陸廣州嘅 Hikini Kutokome 放埋一齊對比下㗎。價格上其實兩者相差唔大㗎，畢竟咧 Hikini Kutokome 嘅牛肉餅單賣都要38蚊。不過兩者嘅大小同克數咧都仲係有區別㗎。龍鳳呢個咧要大得多，估計咧有成200克以上嘅肉，口感上兩者咧係完全唔同㗎。Hikini Kutokome 嘅咧係鬆軟多汁㗎，而龍鳳嘅呢個咧係可以食得出肉嘅顆粒感同埋筋膜㗎。兩者咧可以講係各有千秋啦。喺牛味上，龍鳳嘅呢個咧會更為突出，帶啲奶香感。Hikini Kutokome 嘅咧會更加需要靠調料嚟輔助啊。龍鳳嘅呢個並非全熟㗎，因此咧外層同埋中心口感存在差異。生牛肉部分嘅話仲會軟少少添，有種類似牛肉塔塔嘅口感。大食如我，食完呢碗飯啊都真係幾鬼飽㗎。而且今日咧呢個加泡菜嘅版本幾唔錯，適當嘅酸辣仲可以咁啱解埋牛肉嘅膩，我強烈推薦啦。順帶一提，配餐嘅合理性上咧，我會更傾向於龍鳳嘅呢一個啊。畢竟咧 Hikini Kutokome 嘅套餐咧係提供3嚿一模一樣嘅牛肉餅，難免會出現邊際效用遞減。我哋仲食咗烤糖心煙薯，因為大佬唔食葱而飛葱嘅超多葱多春魚。呢餐2個人，合共消費174。有講一句，呢間店入邊咧有唔少深夜食堂嘅影子㗎。
烤香腸、關東煮、各種一人食嘅套餐，仲有價格親民嘅酒水，真係咧幾有嗰種 feel 㗎，係嗰種一個人嚟啊都可以狂歡嘅鋪頭。缺點嘅話咧都仲係有㗎。室內空調同抽排咧，雖然咧足夠強勁㗎啦，但係烹煮煎炸類食物嗰陣咧，油煙味咧都幾大㗎。不過瑕不掩瑜啦，呢間店我仲會再嚟嘅。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